好消息啊，各位同學仔！咁咧今日睇咗篇新聞喎，就係《星島日報》咧就係報道啦，就係話呢個英國嘅大學啦，咁佢通常同學仔申請英國大學都會係經 UCAS 去申請嘅。咁咧第一屆嘅 DSE 學生有成績公佈之後咧，其實有一個成績係一直都未被即係評核話到底有幾多分嘅，咁咧就係5星星嚇。咁其實喺 UCAS 上邊咧，其實好多同學仔都知道，如果你要報英國嘅大學，都要經佢 UCAS 有一個 2 point 要計嘅嚇。咁其實5星星係幾多咧？咁啱啱最新公佈咗咧，就係145分，就呢個分數其實係好高啊，因為比佢A level 即係英國嘅 A level 咧，仲要高多咗5分添。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，香港嘅同學仔如果考 DSE 而佢又攞到5星星嘅成績，相對於佢喺英國攞5星嘅成績咧，係再高5分嘅。咁可能同學仔話：你入大學即係啲5分都唔爭得幾多啦。咁其實都唔係㗎，其實都好重要㗎。咁點都好啦，都係一個好嘅消息。如果同學仔UCAS 你仲未曾報名，而你又想報名嘅話咧，可以嚟我哋 AUG 國際教育集團啦。咁我哋電話係23921592，咁你可以打上嚟，咁我啲同事咧都會幫你去安排你個 UCAS 嘅報名嘅。